喂 ，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今集嘅 Chelsea True Blue。上場波車路士以2-1反勝富咸，令到球隊就繼續保持住爭逐頭5位嘅希望。咁不過大家都知道，現時第3同埋第7位嘅分數只係4分之差。咁所以今場波車路士對住愛華頓都係不容有失嘅。而愛華頓方面，佢哋一早就宣布咗護級成功，喺戰意方面就同車路士有一定嘅差距。咁最終車路士就憑住積臣喺2025年嘅首個入球，成功以1-0擊敗愛華頓，為球隊取得咗關鍵嘅3分。咁喺呢條片入面我就會同大家分析翻今場波車路士嘅踢法，有邊啲地方係有可取之處，而球隊又點樣可以喺最尾嗰4場波再進步呢？咁我哋而家就即刻一齊探討一下。今場波車路士最大嘅變化係受傷多時嘅拉維亞終於復出，呢一樣係對於車路士球迷嚟講最大嘅喜訊。拉維亞對上一次喺聯賽正選上陣已經係1月份對住般尼茅夫嗰場波。今場波亦都只係佢今屆嘅第9次上陣，有翻拉維亞喺陣中，馬利斯卡就可以將卡斯道放喺右閘嘅位置。呢一個套路我哋喺季初嗰陣都有見過嘅。我哋都知道馬利斯卡咁樣做係為咗喺用波嗰陣可以將卡斯道內收入中間，變相就形成咗一個雙人嘅防守中場，然後再將安素費南迪斯可以褪前多半格。而除咗呢一個改變之外，馬利斯卡今場波亦都選擇咗將一向踢開右翼嘅馬杜亞基放喺左手邊，然後就讓翻個右翼俾帕杜尼圖去踢。呢一個舉動都算係罕見嘅。而最近狀態比較好嘅新組就連續2場擔任咗後備。咁睇完人腳上嘅變動之後，我哋而家就睇下車路士嘅進攻有咩唔同啦。首先，我喺度會講下拉維亞嘅復出係點樣影響到車路士嘅進攻。當球隊用波嗰陣，查魯巴係會企喺右中堅嘅位置，而卡斯道就會收入半格，同拉維亞形成平排嘅企位。我哋可以見到，當卡斯道同埋拉維亞都喺中間嘅時候，係能夠吸引到4至5位嘅愛華頓球員去 mark 佢哋。而當愛華頓嘅球員做逼搶嗰陣，拉維亞就會喺中後場度發揮到好重要嘅角色。佢會為球隊嘅中堅提供一個傳球嘅選擇。而當拉維亞攞到波之後，佢能唔能夠擺脫到對方嘅逼搶，然後再將個波運上前場，就會好影響到車路士嘅進攻流暢度。咁當然，愛華頓方面亦都知道拉維亞係車路士嘅其中一個出球點。當佢控球助腳嗰陣，愛華頓都會派出3至4位球員去包圍住佢，盡量限制佢攞波嘅機會。咁不過始終拉維亞嘅活動範圍都好廣，佢會不斷嘗試喺唔同嘅位置度現身攞波，要成功封阻到佢亦都唔係咁容易。今場波我哋見到拉維亞係有多次嘗試將個波運向前場，雖然佢只係踢咗67分鐘，咁但係佢亦都有7次能夠將個波運到去進攻3區嘅位置，絕對能夠擔任到中場輸送器嘅角色。而我哋亦都可以見到佢主要尋找嘅對象就係安素費南迪斯以及積臣。積臣今場波係比起之前更加多喺中圈嘅位置度現身攞波，同卡斯道以及拉維亞喺組織嗰陣能夠形成到一個三角形。而彭馬以及安素就會成為咗雙人嘅進攻中場。彭馬主要會喺愛華頓嘅左閘米哥倫哥以及左中堅班夫位置嘅中間活動，而安素費南迪斯就喺對方嘅右中堅奧拜恩以及右閘帕達臣嘅中間度現身。可以見到球隊喺進攻方面嘅角色分配都非常之清晰。由於安素費南迪斯同埋彭馬都喺3區嘅位置度活動，就會令到對方嘅閘位球員都要收入少少去防範佢哋，亦都能夠為2隻翼鋒提供到1對1嘅空間。我哋可以見到今場波帕杜尼圖嘅狀態其實係唔錯嘅，佢今場波重返右翼嘅位置，喺右邊多次挑戰對方嘅左閘米哥倫哥，而且喺落底線傳中方面亦都能夠產生到威脅。雖然今場波帕杜尼圖冇作出任何嘅起腳，但係佢右手邊亦都作出咗4次嘅個人突破，其中有3次都係能夠擺脫到對手。不過始終帕杜尼圖作為右翼，喺最後一傳方面嘅處理都仲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好多時候我哋可以見到帕杜尼圖係中意喺兩邊度斬一啲高波去遠處，咁但係其實出到嚟嘅效果都唔係太好。反而我認為當佢已經成功擺脫咗對方後防嗰陣，可以嘗試喺最後一傳方面做得更加幼細，用地波傳入去揾中間嘅隊友。我相信出到嚟嘅效果係會比起貿貿然斬去尾處更加好嘅。至於左手邊嘅馬杜亞基，今場波係佢喺英超第1次擔任左翼嘅位置，明顯見到佢踢呢個位置就唔係太過純熟啦。作為左腳球員嘅佢，每當佢喺左邊攞到波嘅時候，都需要改變一啲佢踢右翼方面嘅習慣。好多時候見到佢都需要背向住對方嘅右閘帕達臣，並未能夠發揮到自己最大嘅長處。每當對方需要防守佢嗰陣，都會盡量封咗佢嘅左腳，避免佢做太多落底線嘅工作。
始終喺馬利斯卡嘅進攻體系當中，一隻翼足嘅翼鋒呢，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佢要求翼鋒球員係能夠做到1對1嘅個人突破，然後再推入去大位做一啲傳送或者起腳嘅工作。雖然我哋見到馬杜亞基呢場波呢都有作出到2次嘅有威脅起腳，分別都係嚟自右腳，而且出到嚟嘅效果亦都唔差。咁但係如果你問我的話，我認為出翻新組踢左翼係會令到左邊嘅進攻流暢度更加強。始終新組喺左手邊同安素費南迪斯呢，今季都叫做夾慣夾熟，喺左邊嘅默契都唔錯。而今場我哋明顯見到馬杜亞基同安素嘅配合呢，係產生唔到明顯嘅化學作用，兩人喺走位方面嘅配合亦都需要時間去磨合，所以就做唔到一啲細緻嘅組織出嚟。好多時候安素費南迪斯都會拉去左手邊嘗試為馬杜亞基製造空間，令到後者能夠有空位 cut 入去中間。但係礙於馬杜亞基始終係一位左腳球員，要求佢推入中間嘅位置的話，出到嚟嘅效果都唔會特別好。有幾次我哋可以見到佢推入中間之後，喺傳送嘅決定上呢都係做得比較一般，製造唔到有質素嘅最後一腳。相反，新組喺季尾嘅狀態其實都有顯著嘅提升。我認為如果用佢做正選的話，今場波左路嘅進攻應該係會更加強。如果真係要出馬杜亞基踢左翼的話，我就建議呢喺打反擊或者快打快嘅比賽入面先咁樣做，叫佢喺左路做一啲直接嘅推進，係會更加適合佢嘅。如果大家仲記得的話，車路士今季發揮得最好嗰一段呢，正係用呢一套陣容，只不過當時嘅中堅係科芬拿，以及左翼呢就係用上新組。例如喺主場贏阿士東維拉3-0嗰場波，車路士都係用呢一個方法去贏波。當時大家都認為車路士呢一個進攻套路係唔錯嘅，可惜之後由於拉維亞再一次面臨受傷，令到呢一個做法呢就唔能夠再維持落去。咁當然大家都可能會覺得，點解季初車路士可以用呢一套陣容入到3球波，但係今場波對住愛華頓呢就只能入到1球波呢？我認為當中最大嘅原因係當時嘅彭馬同呢一刻嘅彭馬呢有好大嘅分別。雖然今場波彭馬已經踢翻比較純熟嘅右手邊，但係我哋見到佢依然喺進攻嘅參與度呢都係比較低，甚至乎成場波都唔係太過入局，更加錄得咗0次起腳嘅尷尬數據。各項賽事呢已經總共有17場波係冇波入啦。車路士之所以喺季初度可以發揮到好成績，最大嘅原因就係因為積臣同埋彭馬喺前場能夠互相配合到，不斷為對方創造機會。今場波我哋見到積臣呢已經有回勇嘅跡象，除咗一如既往地喺前場度不斷走位，嘗試去提供選擇俾中場球員之外，更加憑住一個遠射得手，成功破咗佢嘅入球方。咁但係可惜嘅係，彭馬今場波始終係唔能夠為積臣創造到機會出嚟。雖然馬利斯卡再強調彭馬嘅狀態回落同戰術以及技術層面方面呢係冇太大關係，只係因為彭馬嘅心態受到影響。咁但係始終唔能夠忽視嘅係，彭馬今屆已經遇上咗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當對方每場波都重點揾人招呼佢嘅時候，彭馬喺禁區頂能夠創造出嚟嘅機會呢已經係越嚟越少。一眾英超嘅對手都好清楚，車路士喺最後一腳入面最有級數嘅球員呢就係高爾彭馬，所以佢哋嘅做法就係唔俾彭馬去攞波，只不過一去到禁區頂嘅位置嗰陣，就會好大程度上能夠限制到佢，唔再俾佢好似上季咁發揮最後一腳嘅能力。面對咁嘅情況，我哋見到彭馬能夠做嘅嘢呢，就係不斷向後攞波，然後再嘗試去揾前場嘅隊友。從呢一幅圖可見，今場波彭馬主要嘅攞波位置都係喺中圈偏右前少少嘅位置，距離對方門將呢實在係太遠啦。雖然喺呢個位置呢，彭馬係更容易攞到個波，然後可以做一啲長傳揾隊友，對方嘅球員呢亦都唔會喺呢個位置度作出太多嘅阻止。咁但係咁樣做，對於彭馬喺進攻嘅參與度其實係冇太大嘅幫助，甚至乎係發揮唔到佢最後埋門一腳嘅能力。所以我認為去到呢一刻，馬利斯卡係有必要正視彭馬喺戰術上嘅定位，究竟點樣做先可以發揮到佢最大嘅作用呢？會唔會係嘗試俾佢更加挨近翻邊線，去遠離翻對方防守中場嘅看管？當喺進攻嗰陣，佢原本所企嘅位置就俾其他球員去頂上，或者咁樣做係咪會令到彭馬踢得更加自由，可以減輕翻佢嘅負擔呢？雖然車路士今場波係能夠成功贏波，但其實整場波入面呢，我哋都只係得10次嘅起腳。以主場出擊嚟講呢，表現其實真係未算突出。尤其是下半場嘅比賽入面，我哋明顯係將整個進攻節奏放慢咗。喺進攻方面呢，就顯得更加老鼠拉龜。加上其實今場波我哋入嗰球波呢，都係嚟自逼搶成功，憑住查魯巴嘅上搶攔截，令到對方嘅中路有好大嘅空缺。
我哋先可以把握到呢個失誤取得入球。咁所以其實我哋可以見到球隊喺破密集方面嘅能力呢，依然係未算出色嘅。咁的確，我哋喺下半季呢見到車路士喺入球方面呢嘅能力都係弱咗嘅，進攻表現呢就不及上半季。踏入2025年，車路士只係喺對修咸頓以及狼隊嘅比賽入面呢能夠入到3球或以上，而對住降班分子李斯特城以及今屆表現非常之差嘅熱刺，亦都只係入得1球波。不過同一時間，我哋亦都可以見到球隊下半季嘅防守呢係穩定咗嘅。由作客輸俾亞士東維拉嗰場波開始計，車路士呢9場聯賽入面只係失咗6球波，暫時合共喺英超呢亦都只係失咗40球，係英超排第4失波少嘅球隊。咁所以我哋可以見到馬利斯卡喺下半季方面呢係更加着重於控制戰局，而且希望球隊踢得更加安全，少咗一啲快打快嘅場面出現。咁當然要試驗車路士嘅防守係咪真係有改善，就真係要睇埋最尾嗰4場波先知啦。喺經歷咗聯賽2連勝之後，車路士喺打多諾定咸森林1場波嘅情況之下，暫時排喺聯賽第5位。但係考慮到曼城喺最尾幾場波嘅對手都比較弱，要上到前4呢，基本上都問題不大噶啦。我相信剩低嗰2個位置呢，就好大機會係由紐卡素、車路士、諾定咸森林入面呢3揀2。而當中車路士喺最尾4場嘅賽程呢係最難踢嘅。我哋可以先睇翻下場波嘅對手利物浦，佢哋啱啱喺星期日晚呢就宣布成為英超冠軍。喺最尾幾場聯賽呢，佢哋基本上可以係用輕鬆嘅心態去踢。咁但係咪代表佢哋會放軟手腳，俾車路士偷雞攞到3分呢？咁我自己就唔太認同嘅。始終利物浦今屆喺聯賽只係輸過2場波，而車路士方面今屆對住強隊嘅表現呢都非常之參差。咁所以我認為要喺主場度擊敗到利物浦呢係非常之困難嘅。再加上我相信利物浦喺最尾幾場波嘅戰意都唔會特別低，盡量都會希望以90分以上嘅分數完結球季。以車路士今屆嘅表現，我相信下場波以和行先呢係會比較合理嘅。反而我認為最尾嗰3場波呢就真係要盡力去贏啦，尤其是係對住紐卡素以及諾定咸森林呢2場波，係會直接影響到今屆英超前5嘅排名。咁因此車路士呢2場波呢真係不容有失，絕對係需要擊敗對手。而馬利斯卡喺最尾幾場波又會有咩做法呢？我相信以佢嘅作風，喺最尾幾場波呢，佢亦都唔會有太大嘅戰術變動，主要係會參考翻今場波嘅出場陣容同埋踢法。所以如果我哋真係想喺對住強隊方面取得分數的話，其中一樣要做嘅嘢呢，就係寄望拉維亞喺最尾幾場波唔好受傷，因為佢而家喺呢一套陣容方面呢，其實係發揮住好大嘅作用。另一個問題係我哋嘅隊長詹士喺最尾嗰幾場波嘅定位會係點呢？最近喺英超嘅比賽入面，我哋見到佢踢中場中嘅表現呢都係中規中矩，無論喺中路嘅組織定係防守方面，其實都係冇太大嘅作用。更加喺上場波呢出現咗一個失誤，導致球隊落後俾富咸。由此可見佢踢中場嘅表現呢依然係冇踢右閘咁好嘅。如果喺歐協聯方面要詹士踢中場呢，其實係問題不大嘅。咁但係始終英超嘅強度係高好多，佢喺呢個關鍵時間踢呢一個位置，我自己認為個效果呢就真係比較一般啦。咁所以我個人都希望馬利斯卡喺最尾4場聯賽入面都會將詹士放翻喺右閘或者右中堅嘅位置，發揮翻佢本身最大嘅能力。咁不過同一時間我哋需要考慮嘅係，如果將詹士擺喺右閘嘅位置，咁又應該抽走邊一位球員呢？呢一樣嘢我相信馬利斯卡真係要好好去諗一下啦。好，咁今集就同大家講咗咁多先。你哋又認為車路士喺最尾4場聯賽入面可以贏到幾多場呢？我哋最後會以第幾名完結賽季呢？都歡迎喺留言區度留言，我都會希望繼續同大家交流一下。如果大家中意我呢條片的話，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讚好我嘅影片，同埋 share 俾你啲 friend 一齊聽下啦。嚟緊我都會繼續同大家直播唔同嘅賽事，希望大家能夠繼續多多支持。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